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6月22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86篇第1节到第10节，出埃及记第12章43节到49节，希伯来书第2章第5节到第9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拯救的路。耶稣基督在跟门徒们谈到救恩的时候，他这样说道：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你们若认识我，也就认识我的父。从今以后，你们认识他，并且已经看见他。到父上帝那里去，就是得到救恩的地方。因此，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上帝救恩应许的唯一道路。因为主说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如同彼得在使徒行传第4章11到12节的经文说道，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，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。除他以外，别无拯救，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，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谈到救恩，我们就必须谈到规范，谈到上帝的诫命。因为耶稣基督明白地告诉门徒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，守这样的诫命的人才能得到生命。约翰福音14章21节、23节到24节这样说，凡接受我命令并且遵守的，就是爱我的人。爱我的，我的父亲必定爱他，我也爱他，并且向他显明我自己。耶稣回答，爱我的人都会遵守我的话，我父亲必定爱他，而且我父亲和我要到他那里去，与他同在。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话。你们所听到的话不是出于我，而是出于那差遣我来的父亲。出埃及记第12章43节到49节，上主对摩西和亚伦说，我把逾越节的规律传给你们。异族人不得吃逾越节的小羊，但是你们买来而且又受过割礼的奴隶不受此限。暂住在你们家里的客人和雇工不可吃。吃的时候，全家在一起，要在屋里吃，不可带出户外。小羊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。以色列的全体人民都要守这一个节日，但是没有受过割礼的人不可吃这小羊。如果在异族人在你们中间定居，要守这逾越节的遵从上主，你们必须先为他们全家的男丁举行割礼，这样他们就被当作本地生的以色列人，可以吃逾越节的小羊。凡本地生的以色列人和定居在你们中间的异族人都要遵守这一规律。
这是上帝赐下救恩给预备出埃及的以色列人，特别他们在面对第10个灾难杀长子之灾的时候，这个逾越节，因为这样的救恩，上帝赐下了守逾越节的规范，成为了以色列人之后的节庆规律。希伯来书第2章第5节到第9节的经文告诉我们，耶稣基督为了人类的拯救来开路，他就是那一位唯一的拯救，唯一的道路。耶稣基督自己成为了那个逾越节的羔羊，他以自己的血与人立约，使人能够因为他的牺牲而得到救恩。上帝并没有把我们所说的那将来的世界置于天使的管辖之下，相反的，正如圣经上某处所说，上帝啊，人算什么？你竟顾念他；世人算什么？你竟关怀他。你使他一时比天使低微，你用荣耀尊贵做他的华冠，你使他统辖万有。这里说上帝使人统辖万有，这明显的是包括一切。可是我们现在并没有看见人统辖万有，我们倒是看见耶稣，他一时被置于比天使低微的地位上，好借着上帝的恩典为万人而死。如今我们看见他经过了死的痛苦，获得了荣耀，尊贵的华冠。耶稣基督是我们通到上帝救恩的道路，是唯一的途径。我们呢，只要心里相信，口里承认耶稣基督是主，我们就必能够来得救。诗篇86篇第1节到第10节，上主啊，求你垂听我，回答我，因为我软弱无助，救我脱离死亡，因为我对你忠心，拯救我，因为我是你的仆人。我信靠你，主啊，求你怜悯我，我整天向你哀求。主啊，求你使你的仆人欢喜，因为我一心求告他。主啊，你良善又乐于宽恕，你对求告你的人有丰富的慈爱。上主啊，求你垂听我的祷告，求你垂听我求助的呼声。在患难中我呼求你，因为你垂听我的祈求。主啊，没有别的神比得上你，没有别的神能够有你的作为。你所造的万国要向你跪拜，他们要歌颂你的伟大。你有大能，你成就奇事，唯有你是上帝。感谢上帝的恩典怜悯，让我们能够单纯的相信，轻易的得救。因为那救恩是耶稣基督重价买来的，却白白的赐给了我们。
求主你帮助我们坚定的走在这一条拯救的道路上面。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